跟住咧就黃毓民議員，然後就葛珮帆議員。多謝主席。嗱，其實喺舊年咧，即係12月嘅時候咧，就郭榮鏗議員就有一條口頭質詢嘅。咁就局長嗰個答覆咧，嗰個書面嘅答覆咧，佢照讀啦嚇。咁啊，裏邊嘅內容咧，同今日我哋嗰份文件咧大同小異。咁就事隔半年，即係我可以話係冇進步嘅，係咪？嗱，你整理啲數據啊，或者答案啊，俾個局長喺個立法會度答，係咪？好啦，今次你交嚟呢份文件咧，又係嗰啲嘢喎，甚至乎懶到連啲字眼都唔改嘅喎，你對照下你就知嘅咯喎。我話無謂花時間講喎，係咪？喂，你點你都俾啲新嘢我睇下，大佬係咪？冇，係嘛？欠奉。嗱，我自己有個睇法咧，即係你話坐監嘅人會情緒低落，或者有自我傷害嘅傾向，就睇咩人嘅啫，係嘛？咁啊，好啦，嗰啲看佢嘅人咧，會唔會成日好似你哋所講保持警覺？我就好懷疑嘅。頭先所講嗰啲，無論指引又好，所有嘅全部都係巨文嚟嘅。局長，你知咩叫巨文啊？即係只係文字係咁樣寫。嗰啲懲教處嘅人員，佢嘅工作負擔咁重，壓力咁大，佢會唔會去特登走去看住一啲人，然後好關心佢，係咪？佢老豆都冇咁關心嘅，講句說話有冇走樣啊？有冇情緒低落啊？有冇呢輪好唔開心啊？喂，你披我頭落嚟我都唔信，有咁有愛心嘅呢個懲教人員，日日看住呢啲人，係嘛？避免佢自殺。呢啲咪巨文咯，所以咩叫形同巨文咧？即係你攞嚟交差向社會人士，話呢輪多人自殺啊，啲囚犯咁，你咪攞出嚟交下差咯。永遠講嘅嘢都係一樣嘅，你冇改進啊嘛，係咪？所以我想問一啲問題就係，譬如話你喺文件第6段裏邊提到咧，當局會透過自殘行為危機因素量表評估在囚人士嘅自我傷害傾向。咁呢個量表就由啲臨床心理學家設計同埋訂定嘅，咁其中再列啲指標咧，已經係得到好多國家城市嘅懲教院所係採用嘅。咁我想問就係，喂，每一笪地方都唔同㗎喎，係咪？你係咪完全照足人哋嗰套，係咪？呢個係一個問題啦，係咪？我哋有冇啲係即係因地而制宜嘅？譬如我哋參考呢啲咁嘅量表，然後切合我哋實際香港呢啲懲教院所嘅嗰個需要，係嘛？有冇做咗一啲調整呢？呢個第一個問題。仲有呢個表係幾時開始使用嘅咧？使用咗之後有冇作過檢討咧？係嘛？仲有喺過去幾年，即係話出現嗰啲個案之中，有冇一啲係根據呢個量表評定佢係低風險嘅人，結果佢做出自殘行為嘅？嗱，呢個係第一個問題，關於個量表嘅，咁我希望即係可以答嘅。第二個問題呢，就係我想當局可以提供一啲單獨囚禁人士嗰個自我傷害嘅數據，係嘛？因為有啲研究指出呢，嗰啲單獨囚禁嘅人呢，對即係嗰個心理呢，即係你單獨囚禁呢，對佢心理會造成好大嘅影響嘅。仲有監獄裏邊嗰個單獨囚禁呢，係有濫用嘅呢個咁嘅跡象，係咪？即係話你一方面你要去防止啲囚犯自我傷害，另外一方面咧，你又成日喺度濫用嗰啲單獨囚禁，係咪？而單獨囚禁咧係會造成嗰個自我傷害嗰個機會比較高嘅，所以我哋即係要一啲咁嘅數據，同埋咧希望即係設立一啲獨立嘅機構，有一個上訴嘅機制，確保監獄裏邊嘅單獨囚禁不被濫用。兩個問題，主席唔該你。副局長。主席，多謝黃議員嘅問題。首先，我唔同意懲教處嘅同事咧，佢唔會執行我哋要求佢做嘅工作係認真同埋有個專業嘅態度。佢哋其實每日上班都係想幫所有在囚人士嘅，咁佢哋會係盡心盡力去按指引去做事。另外一樣呢，就係懲教處咧有一個更新事務組嘅人員呢，去專責咧喺呢方面咧係做功夫。咁呢方面呢，我都請阿林助理處長去解釋下佢哋嘅工作。唔係，我想你具體啲答頭先我講個量表，即係你嗰個評估
根據呢個量表，你有冇做檢討？同埋嗰啲被評估低風險嘅人，結果又去自殺嘅？冇時間量表。即係個表有冇？就你唔好去回應嗰啲，我批評你嗰啲係冇意義㗎啦，嗰啲一人講一句嘅啫嘛，嗰啲係。請阿許博士去解釋一下啦。主席，我哋咧懲教署咧就有考慮過本地嘅獨特嘅情況，就去加入一啲嘅元素係本地嘅元素咧，係加強嗰個嘅用度嘅呢個嘅量表嘅用度。舉個例子嚇，我哋咧有一個嘅危機因素咧，就係精神科嘅治療記錄。咁因為呢個因素咧喺本地嚟講咧，都係多喺自我傷害嘅在囚人士裏邊發現嘅，咁所以我哋又加入呢個嘅因素喺呢個當中，喺個量表當中。我哋都係不時檢討呢一個嘅量表。舉個例子，為咗令到呢個量表更加快，同時快捷準確，去知道在囚人士嘅背景呢，我哋係將佢嗰個一啲嘅資料庫呢，直接聯絡去嗰個嘅量表嘅使用嘅時候，等評估嘅人員呢，可以好快咁知道佢過往有冇曾經精神科到診嘅記錄係點樣樣。